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g，今日同大家睇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g。首先係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擺到4至6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。出邊就有個大平台，可以放到好多雜物或者喺出邊燒嘢食。對住就係內園同埋遠處嘅針山。廚房係梗廚，有雪櫃、爐頭、抽油煙機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就係內園嘅景觀同埋遠處嘅針山。洗手間係明廁，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主人房放完床之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喺出邊亦有個大露台，對住係內園嘅景觀同埋遠處嘅針山。